就是第一首《Don't You Stay》的那个主播的那个剧，其实我蛮想看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感觉里面每个人演的都因为主播的剧比较敏感。听说这次为了这次的表演 ，pressure 蛮大的，对不对pressure 蛮大的，肯定因为其实算是我第一次在怎么讲三金，特别又是压轴表演，所以很大的压力，然后很希望把这次这个表演唱好，但很开心，因为其实我很喜欢这次的每一首歌曲，然后我相信在当天会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表演。那 practice 大概几天 ？practice 了大概我昨天就练了10遍，对，所以其实最近一直都在练这个歌，因为对希望把它唱好。对，其实躺在 pillow 上都还会在练习这些歌曲。pillow 上面吗？现在是每个问题要加个英文啊。在 pillow 上面不会，但我其实最近没有睡太好，因为可能就是压力太大呀。那有没有哪一部是你看完之后想要之后找时间追一下？哪一部？我觉得我不知道，我歌名可以讲吗？可以吧？就是第一首《Don't You Stay》的那个主播的那个剧，其实我蛮想看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感觉里面每个人演的都因为主播的剧比较敏感。不是，我觉得没有，就是可以看一下，真的是脸都红了。会不会唱完？怎么没有在讲英文了？有点难。看一些 comments。看 comment， 我其实 comment 我比较少去看，因为其实每一次表演我自己大概会知道，今天是什么状况，然后是好的是坏的，当然永远就是越来越进步这样子，对。好，OK 喽吗？会想说喝完 drunk 一下吗？你肯定会小酌一下，对啊，就是这么大的压力的表演结束，就会好好的 celebrate 一下这样。celebrate。